嗨，大家好！你想唔想在公餘時間安坐家中賺取可觀嘅收入？咁就唔好錯過今日嘅節目啦！歡迎收聽我哋嘅節目。喺現代社會，越嚟越多人開始揾兼職，尤其係可以喺屋企靈活完成嘅工作。不論你係為咗增加收入、追求興趣，甚至係為咗尋求新技能，副業都係一個好選擇。今日我會介紹5個簡單又可以喺屋企做嘅副業，仲會分享點樣揾到呢啲機會。一、手工藝品及數碼產品銷售。如果你鍾意做手工，例如製作飾品、蠟燭或者自家設計嘅實體作品，可以考慮開網店賣俾更多人。此外，如果你擅長設計或創作，仲可以製作數碼產品，例如插畫、電子筆記模板、手機壁紙或者線上學習資源。呢啲產品可以喺網上重複銷售而無需額外成本。點樣揾？首先，為實體產品建立好一批基本嘅存貨，然後喺平台例如 ETSC、Facebook Marketplace 或 Shopify 註冊賣家賬號。對於數碼產品，你可以考慮用 Gumroad 或 Creative Market 呢啲平台上載產品出售。無論實體定係數碼產品，都可以喺社交媒體展示製作過程、客戶嘅好評或者使用情況，從而增加曝光率，建立信任同吸引更多客戶。二、網上導師。網上教學係一個靈活又收入穩定嘅副業。如果你擅長某一科，比如數學、語言或者音樂，可以考慮成為一個網上導師。例如 Check Tutors 或者 VIPKid 都係熱門嘅教學平台。點樣揾？搜索 Online Tutoring Platforms， 並註冊合適自己技能嘅教學網站。另外，你可以透過社交媒體自我推廣，例如發帖話俾朋友同潛在學生知道你提供嘅課程。三、自由寫作。第3個副業係自由寫作。你可以寫文章、博客、廣告文案，甚至編輯簡單嘅電子書。無論你係唔係文學高手，只要語言流暢、有創意，就可以喺平台例如 Upwork、Fiverr 同 Freelancer 開始揾機會。點樣揾？首先，你可以建立一個作品集，用嚟展示你嘅寫作風格。另外，註冊自由工作平台，尋找對新手友好嘅項目。你仲可以聯絡本地企業或者初創公司，幫佢哋處理簡單嘅寫作需求。四、製作 online 課程。如果你對某一技能或知識特別擅長，例如設計、烹飪、攝影或者語言教學，製作 online 課程係一個好嘅副業選擇。透過錄製影片或者準備教材，你可以喺平台例如 Skillshare 或 Udemy 上教授內容，並與全球嘅學員分享你嘅專業知識。最吸引人嘅係，呢啲課程係被動收入，只要課程內容上載完成，就可以持續為你賺錢。點樣揾？首先決定你想教授嘅主題，確保係你熟悉同市場需求高嘅範疇，例如初學者攝影技巧、簡單家居煮食或者用數碼工具設計插畫。接着，用手機或者屏幕錄影軟件拍攝高質素嘅教學影片，再用編輯工具例如 iMovie 或 Adobe Premiere Pro 剪輯。最後，上傳課程至 Skillshare、Udemy 或其他類似平台，並撰寫吸引人嘅課程介紹。同時喺社交媒體推廣你嘅課程，用短視頻、救生反饋同有趣嘅預告片吸引學員。五、網上商品代購。網上商品代購簡單嚟講就係幫其他人購買佢哋想要但買唔到嘅商品。呢啲商品可以係限量版鞋款、海外特產，或者係其他特別嘅東西。作為代購，你負責幫手揾商品、購買同運送，客戶會支付商品費用加埋你嘅服務費。點樣揾呢啲代購機會？首先，你可以開始研究市場。揾出有需求嘅商品，例如日本嘅化妝品、韓國嘅潮流時裝，或者美國嘅電子產品。跟住，你可以一、建立社交媒體專頁，
例如喺 Instagram 或 Facebook 開設代購專頁，並展示你可以代購嘅商品。二、加入購物群組，喺 WhatsApp、Telegram 或者其他社交媒體群組宣傳你嘅服務。三、使用代購平台，有啲平台專門為代購而設計，例如 HKTV Mall 旗下的 Evrets、eBay、代購論壇等，呢啲地方都可以幫你揾到更多客戶。貼士總結：副業係需要花時間尋找同建立，但一旦開始咗，佢可以成為一個穩定嘅收入來源。最重要嘅係喺揾副業時要提防網上詐騙，記住唔好俾錢先，確保平台可靠先開始行動。多謝大家收聽今日嘅節目，你最鍾意邊一個副業呢？記得留言俾我，分享你嘅心得。記住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